问后，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所谓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名义下建立集中营，关押数以百万的穆斯林的同时，社会上强化限制。在喀什的一个集中营工作的一名警察证实，里面的人1个月只能1次跟家人通话，但不能相互问候，不能说安拉保佑你这样的话，不能抱怨监狱的条件，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将会受到严厉惩罚。阿克谢纳批评埃尔多安。土耳其好党主席阿克谢纳周二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党组会议上，批评总统埃尔多安沉默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他说：“我们数百万同胞关押在集中营，但是我们的总统先生没发出声音。我们永远为他们发声，支持他们的斗争。总有一天，东突厥斯坦得到自由，那一天历史绝不允许他们。”美国吊销涉卡舒吉被杀案沙特官员签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美国已识别出至少部分卷入杀害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沙特官员，并且正在吊销他们的签证。蓬佩奥说，这些惩罚不是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最后发言，我们将继续探讨更多的措施，追究那些人的责任。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不容忍通过暴力消灭记者卡舒吉声音的这种残酷行为。蓬佩奥还说，美国正在考虑按照马格尼茨基法施加经济制裁。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土耳其。中国社会科学院边防研究所所长辛光诚在土耳其进行访问，有关中国企业投资伊斯坦布尔运河工程的问题。他说，如果双方都受益，那就完成了。为什么不呢？他强调，如果创建相互信任，我们的合作领域将更广。土耳其在解决中亚地区恐怖主义问题的作用将是非常大的。相互信任可以解决签证问题。特朗普，俄罗斯和中国是新的核威胁。特朗普20日首次公开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的意图。他22日在白宫面对媒体记者，再谈这一话题。俄罗斯没有手，在他们醒悟前，我们将扩大核武库。几年前就应该这样做。截止目前，我们比谁都有钱。特朗普说。特朗普正确地指出，尤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签署的这份军控条约，使得中国能够随心所欲地建造自己的核武器以及各种射程的常规导弹。